乜嘢係 Henley Passport Index 排名？佢係每年根據各國護照持有人可以免簽證或者落地簽證去到幾多個國家嚟排位。數據係用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嘅 Timetic 資料庫計算，越多免簽地方就代表嗰個護照越強。咁好似去旅行做攻略咁，係睇邊本護照擁有最強免簽證能力。當然呢啲免簽只係幫你短期旅遊、商務，而唔代表可以去到嗰啲國家住、工作或者長期逗留啦。根據2026年最新嘅亨利護照指數，新加坡以免簽192個國家及地區，穩坐全球最強護照寶座。日本同韓國並列第二，各可免簽188個地方。而歐洲一啲國家，例如丹麥、盧森堡、西班牙等，則約有186個免簽目的地。澳洲、英國、列支敦士登同拉脫維亞緊隨其後，各自擁有182個免簽國家。加拿大181個，美國179個。香港特區護照今年升至第15位，可免簽171個國家同地區。而台灣排第33，可免簽139個，中國則微升至第59位，有81個免簽地點。最尾嘅阿富汗僅有24個。從呢啲數字可以睇到，護照排名其實反映咗全球政治、經濟同外交實力嘅現實。強國嘅護照越來越強，弱國則仍然受限，兩者之間嘅差距亦持續拉大。講開又講，中國護照排名第59位。免簽國家只有81個，對比同樣大國或者經濟體，例如美國、日本等，明顯少咗一半以上。喺護照指數呢個角度睇，其實反映出中國公民去其他國家短期旅行嘅自由度仲係有限，或者話國際間對中國護照嘅便利性不如日、韓、美等國家，所以就解釋到點解咁多大陸嘅居民希望攞到香港嘅護照啦。因為香港比中國可以免簽證去多90個國家。中國喺國際政治上舉足輕重，雖然經濟強、影響力大，但喺護照自由度呢一方面，仍然被其他強國拉開咗距離。先講下香港人最關心嘅香港特區護照，今年升到第15位，可以免簽或落地簽171個國家及地區，係自2014年以嚟嘅最高位，睇落好似好勁。好似世界可以任你闖蕩咁啊！但係現實唔係咁簡單，好多國家所謂嘅免簽，其實可能只係落地簽證，要現場俾錢填表，甚至要提供健康證明。例如去埃及，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可以落地簽，但去到要俾簽證費同填表。去印度，雖然可以辦電子簽證，但同樣要繳費、填資料，有時仲要提供回程機票同住宿證明，仲未計入境官員嘅決定權。有啲國家仲會要求你證明有足夠財力或者回程機票，唔係單純揸住護照就過關。例如去俄羅斯，入境時可能會要求出示足夠財力證明或者回程機票。又例如巴西，部分情況下入境官員會查你有冇足夠旅費或機票證明，唔係淨係揸住護照就可以直接過關㗎。仲有，唔好忽略入境官員嘅主觀決定，即使你文件齊全，佢哋都有權決定你可唔可以入境。所以，即使香港護照排名升得高，真正嘅自由旅行仍然有限。數字背後反映嘅係選擇多咗，但唔代表冇任何限制，或者可以隨心所欲。香港護照其實仲係中等偏上，影響力主要係基於過去英治時期同歐盟、美國、亞洲國家長期簽證安排合作。跟住講下英國 BNO 護照。英國傳統上曾經係世界最強護照之一，不過2026年只排第7，仲減少咗8個免簽證嘅地方，係跌幅最大之一嘅護照。BNO 呢個護照本身係英國政府對香港人一種政治方案，但如果你以為揸咗 BNO 就係全球旅行自由，咁就唔好太天真啦。講到英國同歐盟，唔少人以為有 BNO 或者英國護照就可以一路過關，其實唔係咁簡單。依家歐盟好多國家實行 ETIAS（European Travel Information and Authorization System）， 而英國就有 ETA（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表面睇好似仍然係免簽證，但你其實都要先上網登記、填資料、交少量費用，等當局審核先可以起行㗎。跟住講澳洲護照。
澳洲同英國一樣，喺第7位持有人可以免簽或落地簽182個國家及地區，喺旅遊自由度上都算勁高。加拿大護照持有人可以免簽或落地簽181個國家同地區，喺旅遊自由度上算非常高。但最近泰國有位叫普萊嘅預言家，佢講到2026年會發生嘅風險事件，尤其係同航空安全有關，呼籲大家上半年唔好去英文名字頭有 I、J、P、T 呢4個地方旅遊，並喺訪問中話會出現極端火災、水災、地震同飛機事故等情況。佢亦特別提及航空安全可能會有嚴重事故，並呼籲航空公司做好飛機維護檢查，隨時會斷糧斷水，仲叫大家準備定逃生包以防萬一。不過理性分析一下，我哋可以根據現時全球風險同官方旅遊安全資料去拆解。I 單靠一個字母可以對應唔少國家，但喺網上最常被提起係印度或印尼。印度係熱門旅遊之一，人口密集，但官方冇任何與航空危機直接相關嘅預測。而印尼係火山密集帶，例如喺日本同印尼之間海溝活動區，地震火山風險相對較高，但同一定出事仍有距離。現時官方資訊冇顯示印度或印尼會爆發超常災害，只係科技研究指出火山每地震活動係長期自然風險。至於 J 可能代表嘅地方有 Japan 日本。日本屬世界主要旅遊目的地，官方民航安全係全球標準高之一。香港好多人都每年返去玩下㗎，但地震、火山同海嘯等自然災害係日本固有風險，官方風險管理機制完善，但從自然災害角度，日本確實係風險之一。J 亦可能係指 Jordan、約旦或 Jakarta、印度尼西亞、雅加達。雅加達係人口密集，雨季洪水常見，官方亦曾發出過衛生同交通安全警示。而約旦喺中東局勢下，亦有地緣政治風險。講到 T 可能代表嘅地方有台灣，因為台灣同日本一樣係高地震風險區，飛機航線密集，而且同亞洲旅遊熱門目的地一致。作為熱門旅遊點，航空密集度高，但官方旅遊風險主要係地震、颱風等自然災害，而唔係突發航空系統性危機。P 可能係菲律賓或巴基斯坦、巴基斯坦。P 同樣可以係多個地方。菲律賓確實係颱風、地震高風險帶，有官方颱風、地震預警系統。巴基斯坦過去有政治緊張、衝突風險，但係同航空安全事件呢個預言關聯度較弱。如果你將護照排行榜同所謂2026年嘅預言放埋一齊睇，其實佢哋係講緊同一樣嘢，只係用咗兩種完全唔同嘅語言。護照免簽數字實際反映嘅係國際社會對一個地方嘅信任程度，包括政治穩定、制度透明、外交關係同安全風險評估。而預言家講嘅預言，其實就係用一個模糊、情緒化嘅方式指向同一個現實。全球風險唔再平均分佈，而係集中喺人口密集、交通樞紐、地緣政治敏感嘅地方。總之，揸住乜嘢護照都好，都係去旅行啫。去唔去、去邊，都係自己決定。老實講，而家呢個世界邊度都唔係完全安全，只係風險大細分別。唔好太迷信排名，亦唔使俾預言嚇親，做足準備，睇清形勢，玩得安心，咁就夠。呢度係亂噏秘笈。如果你中意我一本正經咁亂咁噏，記得 like、share、建設留言同 subscribe。我哋下次再見，拜拜。